安怎？你无用，袂当接电话哦。喂喂。 苏姐，苏姐，你连续线一直打电话过来，什么意思啊？你别当怪我，是安尼无接我电话。但不过我叫阮同学问你，到底是什么代志啊？你安尼毋是做人的礼貌啊！恁妈妈对阮兜的人是什么态度？我是安怎爱甲你讲礼貌嘞？阮妈妈毋是我对你真好啊！啥去？有什么代志？紧讲，我要你去啊！豆豆妈妈来台北啊！我干嘛甲你讲？应该。你是毋是应该去甲看？应该去。行啦，我陪你来去。我是安怎爱你陪？我唔陪你，你找无所在啊？废话，迄个所在我毋是毋捌去过啊。因已经搬厝换新所在啊。你甲我讲地址就好啊。我敢知所在，唔知地址啊。安怎？你要去无？天气遐尼热，唔免客公车，可以当省2张公车票。苏青，你考虑一下啦，我的车在你边哦。有人上插船啊！你有够干巧。王妈妈，王妈妈。小妹，你甲我骗？我骗你，巷仔口开干妈店迄人敢会骗你？哪里人呢？你性地莫遐尼着急啊，坐落来等啊。素清啊，咱两个应该无冤仇吼。我真正想无呢，你现在强者拢不爱插我咧。假使若敢若是因为阮妈去得罪恁爸妈，我愿意去向恁爸妈回失礼啊。唔免啊。你的嘴莫遐硬啦，其实你的心内嘛真爱叫，啊若无嘛袂伫好好见面，外头就做你走，你袂忝哦？我要来走。坐咧啦，既然都来啊，回去等一下啊。听你讲了足神的。假使两个人做伙拢无爱讲话，迄是啥物场面啊？啊无咱来试看卖咧。你什么意思？无什么意思啦，想要找机会甲你回失礼啦。讨厌。你愈讨厌我，就表示讲你愈介意我。水面。啊，水面，谁个面水啊？大家一你好。郭阿公你来啊？郭阿公。郭阿公。素清啊，秋夏无伫啊，你去看秀秀啊。啊，秀秀因兜我知影。你着带素清去啊！将来东东吼，要搁去看秀秀呢。因兄弟姊妹啊吼，总是要有一个联络嘛。上大个都拢唔知，会怎么来用的啊？小美，你要送我去无？你爱我去，我哪会当讲无爱咧？哈，去啦去啦！少年人做伙哦，唔通定定得嘴呀。会当做伙哦，是缘分呢。素清哦，是东东的大姊啊。讲起来，咱嘛算亲情。今仔日哦，我着拜托恁，我这几个外孙甲查某孙，希望恁以后会当定定去甲因看者。等恁看，我这个年岁啊，要去对嘛无法度啊。搁再讲，秋夏伊的身体。郭阿公，你放心啦，我会代替你去看因的。多谢，多谢啊！赵敏啊，
少年人体力旺盛，莫规工走伫咧家己听，也若无就是跳舞跳通宵，爱加做一寡善事，加替社会服务，互咱的社会更较祥和，世界拢充满着温暖啊！诶，你讲了真有道理呢。也毋过，这段我好像就伫什么所在听过呢？昨日吼三大连播电视剧啊，外因连长啊所讲的就是这段台词啦。妈，你知影？妈，阿公阿嬷准备5万块要你治病呢。我这个病，就算有搁较济钱，嘛无路用。妈，秀秀，我有写一张批，互恁阿姑，叫伊落船，莫搁伫海上讨趁啊！恁阿公遮尔济岁啊，恁阿姑若是毋转来，我就是死，嘛袂放心。你只要甲身体调养好，莫想遐济啊啦。若是我的病会当调养好，我哪会敢离开恁呢？真是有迄个，我会饲阿公的。你即马已经是娘家的囡仔，就要安心伫娘家读书，千万唔通做出互人讨厌的代志，知无？这是弟弟妹妹的户籍，因虽然是入别人的户籍，也毋过永远是你的弟弟妹妹，你会甲伊收好。休热休寒的时阵去看伊，每一年爱因见面一届，无一定伫娘阿公遮，伫咧平家、伫咧叶家、伫咧老家，拢会用的。妈，我心内已经有计划啊。敢会用讲互我听？查某囡仔一个大汉，有代志都藏伫心肝内，不亲像囡仔的时阵，什么代志拢滴滴嘟嘟甲妈妈讲。妈，妈毋是怪你，是相信你。你是我5个囡仔内底上巧、上捌代志的。若是妈无死，看到你大汉，看到你穿水水的新娘衫嫁出去，唔知影有偌好。妈，你就是爱学白想。天下间每一个做妈妈的拢同款。秀秀，不管多一年，你出嫁，或者是恁弟弟妹妹结婚，你还会记哩，带着恁的对象来爸爸妈妈的墓前，互阮看卖一下。妈，搁遐尔久的代志，咱就即摆提出来讲。总会有迄一天啊！秀秀啊，有人来看你妈妈哦。啊，请坐，请坐。多谢。多谢。我姓牛啦。秀秀马上就出来啊！所姐，这是牛阿公，这是牛阿嬷。牛阿公、牛阿嬷，恁好。哦，咱见过啊，伫遐海水浴场啊。我想到啊，牛阿公，我足欣赏恁的，恁的生活、恁的心境，足逍遥自在的。我希望咱到因这个年岁时阵，买当甲因同款。随便。培培啊，这个稳形目镜哪会黑白蛋呢？我不爱挂嘛。你遮尔高水，以后唔挂目镜，你哥哥阿姊嘛会认得你啊。妈，我挂稳形目镜，头会痛嘛。安尼就奇怪啦。人的小朋友偌爱水咧，拢甲爸爸妈妈差买稳形目镜。妈，我不爱挂，好无？好，哎，错啦，
培培啊，你爸爸去压了，妈妈我去餐厅介绍吼，你伫个厝好好啊顾厝好无？好，妈妈，你回来帮我买美术纸、彩色笔、色纸。色纸做嘛个？毋是做马街，是做虾米？哦，做啥物？做劳作。哦，做劳作。好，妈妈甲你买回来吼。妈，多谢你。将思念轻轻放，将思念轻轻放，温暖的阳光满心房。培培的爸爸，我即摆的国语讲到比你好哦。嘿嘿嘿，迄是培培哦大细心啦，伊哦只有教你讲国语啊，拢唔甲我教。迄你家己唔用讲好。爸爸，培培啊，你毋是已经困啊？是毋是想过热，你困袂去啊？是毋是有蚊蝇咬你啊？爸爸，啥物是蚊呢？哎，就是蚊啊啦。错，就是哦，这个蚊蝇甲你咬啦。爸爸，你即摆的国语愈来愈退步哦。哎呦，即马吼，恁妈妈介意你啊，你拢甲妈妈讲啊，唔甲爸爸讲啊。当然，爸爸讲袂赢恁妈妈。哦，你伫个食我的醋哦。当然咯，当初啊，要收养培培是俺的意思啊。爸爸，你过来帮我做劳作，好无？培培，我来替你做啦。做唔得，培培车是俺的啊，你要抢俺的生意哦。好，唔抢，互你去做。培培啊，你明仔载透早爱搁去学校，我看你先去困啦。无啊，我要陪你。培培，来困啊，来。我的翁啊，哦，培培乖困哦。培培乖困哦，培培乖。妈才是要离开阮阿生，啊那无，为什么甲这个录音机嘛退还我？
当初离开的时阵，对妈讲的话，是毋是互妈伤过艰苦啊？所以，伊无愿意留喺身躯边。秀秀，妈要交代你的话足济，实在唔知影为倒位讲起。妈得要走啊，林静基就变做无爸爸妈妈的囡仔。秀秀，这是妈留予你临终的遗言，你一定要记伫心肝内。第一点，妈死了后，希望你甲妈妈、甲爸爸合作做伙。第二点，你要定定注意彬彬的家庭情形。我发现因三代之间有足大的问题。第三点。等阿舅为国外转来，靠囥伊以此为重，注意连天的家教。第四点，东东将来结婚生个后生，爱有一个细路。妈妈若是搁再想到有啥物代志要交代你的，妈会写落来留予你。莫阁会啊，想阿妈。金王也未转来，我咧等伊啊。老李过是夜生活，定定通宵录影，天光才会转来。你要等伊，等到什么时阵？嘿，天气遮热，困也困袂去啊。我就无聊下一个hen啊。这是台北，跟咱庄脚无共款。你吵着别人，人会打电话去派出所，警察会来干涉。才来2天尔，我就感觉这无咱庄脚好啊。规工窝伫咧厝诶，厝边隔壁也无一个熟悉的啦。无像咱庄脚庙口会用个行棋，甲老朋友嘛用个开讲泡茶。我即马就敢若是目睭一个白金，就咧等3顿饭。我就敢若咧坐家共款，我做袂惯势。爸，你较忍耐，台北的人。毋是上班，就是做生意，大家拢足无用的。为着生活，大家拢伫咧食头路。敢若我一个人伫咧食营仔饭。爸，你哪安尼讲呢？无要哪讲啊！你出去看秀秀，金梦也出去拍戏，厝内剩我一个人尔。我伫咧厝内是偌快袂喘气的。我想要出来行行的，我阁毋敢出去。我是惊出去又阁找无路通转来。你敢知影一个人孤单的滋味，迄是啥物感觉啊？人一个老，都无人要插啊！我只是去看秀秀。是啊，你敢若顾你家己的囝，你哪会想到我这个老爸？你安尼讲，我心内足艰苦的。我若是无去了解秀秀的生活，无得靠以后，都无法度去啊！我出去的时阵。有问过老李，伊讲今仔日无录影，我才放心。上济啊，
伊临时又搁去电视台。我早若知影伊要出去，我就袂去看秀秀啊，伫厝内陪你。吼，安尼算我错怪你啊！祈祷的人儿啊，属于一个全新的愿望。各位小朋友，今仔日咱的作文题目就是我的爸爸。我相信每一个同学厝内底拢有爸爸，所以这个题目应该真好写。恁会当写爸爸的外表、个性、职业，嘛会当写恁爸爸对家庭、对子女真负责。所以我相信应该真好发挥。即马大家就开始写。先写草稿，草稿写好了后，家己再搁修改一遍，然后再搁抄伫个作文簿仔顶头。好，开始。老师，什么代志？我写我的妈妈会当无？为什么啊？我介意妈妈，无介意爸爸。袂用诶。你的作文上好，更加应该多方面来练习。因为小朋友即马还袂到自由发挥的程度，所以袂当乱写。坐落来。皮素签，东东，这是谁的作文簿？阮阿姊的。我的厝，我的厝就伫个偏僻的美浓小镇，开一间制作油纸雨伞的工厂。东东，原来你是抄恁阿姊的高中作文，你莫写，带我来办公室。东东啊，你哪会做这款代志啦？老师啊，真实的啦。东东哦，都是较热啦，本性袂歹啦。我想哦，伊嘛不敢欺骗老师啦。伊抄因阿姊的作文吼，都是爱算为着省事。你这摆都原谅伊啦。我实在想无，伊遮尔细汉，免来想出这种把戏。这哪是啥物把戏啦？伊嘛是想要得到好成绩啦。了好啊啦。哎哟，这嘛毋是啥物歹代志啊！写文章嘛，本来就是抄来抄去啊。逐工按时，老师嘛是叫伊爱抄书抄几啊遍啊。莫阁讲啊啦。无讲哦，老师无清楚，东东抄因这有啥物要紧啊？人阮素谦哦，佫毋知影抄啥个咧。老师啊，阮太太较无了解啦。伊讲了嘛有道理啦，天下文章啊，伊大抄，啊毋过伊即马还搁咧学习的阶段，用抄的哦有较早淡无？
就是啊，食饭吼嘛有较早甲较晚的时阵啦。哎呀，你是搁体会倒去啊啦？恁翁仔某对囡仔的功课应该较注意，希望恁以后时常甲学校合作。一定合作啦。东东啊，以后袂当搁安尼做哦，有听爱无？老师啊，我回去哦会好好甲管教。徛好。顶礼拜六哦，我都想要甲你点啊啦。迄罐炮啊哦，还放甲比你漂亮，你放甲真过现象。规礼堂的人哦，全部拢走去啊，掠准新娘车来啊啦。结果哦，伊还阁差半点钟咧。南方的主妇人哦，一直记我边仔讲哦，这拢是皮向爷的后生伫遐咧创治的啦。结果哦，迄顿饭啊，我连头都唔敢举起来。今仔日哦，你搁伫老师面头前害我闹气，我绝对唔帮你耍。迄罐炮啊，根本毋是我放的。唔是你放的，那你阿金后生是安怎讲是你啊？伊咪伫咧条仔后壁偷食薰啊！我甲警告违反校规，伊就用薰去点炮啊，了后无赖是我放的。你个讲白惨，真正要甲你卡骨腰断啊你！你要创啥啦你？搁唔管哦，爬来我头壳顶啊啦！哎呦，煞煞去啦！讲几句啊，就会使啊！你可真正要甲拍哦？随要食饭安尼，你若甲拍，伊敢食会倒去啊？哎，你这是咧甲害啊！唔管安怎讲啊，即马袂用咧拍。你就甲来人讲一句话啦，即马袂用咧拍，当时会当拍，早起袂当拍囡仔，要拍囡仔吼，囡仔规工也无欢喜，中昼哦，嘛袂当拍囡仔，天气伤热，囡仔哭吼，规身躯拢会全飞啊，暗时嘛袂用咧拍，一工拢过去啊，困一醒，明仔载凡事该好，食饭之前嘛袂当拍，拍囡仔吼，囡仔会食袂落饭，食饭食完嘛袂当拍，会影响到消化。我问你啦，到底当时才会当拍？为什么一定爱拍？那安尼就莫拍啊！你莫吵啦，爸，你要相信因的话，一定爱拍我。妈又讲唔答应，安尼我家己拍家己好啊。哎呦，东东啊，东东，老话啊，你看到无啊？这个囡仔我捌代志啊，你去想要拍伊哦？好啊，我无要管啊，要拍你家己拍。妈，东东，你是妈的乖囝。今仔日我上欢喜啊！心情上叮当的是我，你若安尼讲咧，我惊我无法度负这个责任。有恁爸爸还阁有玉玲，你惊啥？乖乖，这是你的印鉴，这是你的名片，收好哈。娘阿家，干阿家，冰冰黑白讲，迄是爸爸的名片，顶悬有公司的名，中央是爸爸的名哦。毋是，这顶头是冰冰的名啦。对，冰冰，将来你嘛有名片，你嘛会接管工厂哦，哈。对。冰冰，叫你去做厂长，你敢袂惊？唔惊。好，有出团。冰冰，过来。你真有出头，咱兜三代哦比起来，恁爸爸不如阮爸爸，爸，恁后生哦不如阮后生。你若安尼先比哈，安尼讲，我实在足不服的呢。敢若是妈最有眼光的，冰冰将来要娶的新妇嘛最有眼光的，就是我上无眼光，嫁一个比悬比低，拢比袂过的翁婿。你这毋是用他人志气灭家己的威风？玉玲讲了无毋对，重志气就是要有信心。商场敢若战场咧，唔通爱袂相战就认输啊！
范员啊，你唔通袂记住，玉林已经搞，伊是你副厂长，你还有秘书伫咧。那安尼，就派一个欠卡的副厂长，带秘书去做就好啊。爱我这个残废厂长是要创啥？话讲倒转来，厂长若是真欠卡，是毋是就卖副厂长加秘书啊？人来讲分工合作，你掌握政策，因去推行，这是正常的。成败是你的身上。今仔日你上任，我有几句话要甲你讲，你一定要好好啊记落来。第一流的领导人是用人才，第二流的领导人是用干部，第三流的领导人就是甲你戆戆啊做，就甲你拍橄榄球同款，靠几啊名称球员，是毋是就会当拍败对方咧？爸爸，我要上班。冰冰，你乖乖待在厝内，爸爸才会介意你哦。玉玲，你以后若缀我去上班，彬彬是要安怎？我只是去上班，也毋是去应酬啊，甲一般的职业妇女共款。转来厝的，阁是彬彬的妈妈。范员的意思我知，范员啊，你是毋是无介意互阿桑带彬彬？伊带囡仔的方式，我无赞成。无要紧，我带彬彬，阿嬷带孙，你应该放心啊吼。老爷，五个甲车准备好啊。好，咱来去。我嘛要去，我嘛要去。冰冰，爸爸跟妈妈去上班，你在厝甲阿妈斗阵好不？唔爱，我要上班。彬彬啊，你上什么班啊？阿妈，我要去，我要跟妈妈去嘛。冰冰，冰冰乖，莫去啊。将思念轻轻放，将思念轻轻放，温暖的阳光满心房。星星一眨眼，人间数十寒暑，转眼。哦，这是啥物人啊？我足惊呢。妈妈是我啦。哦，佩佩，你互妈妈带一条哦。我做的面具就家顶哦。哦，你敢有甲老师讲是爸爸帮你做的？这是我画，爸爸只是帮我加尔。哦，佩佩啊，妈妈甲你讲一件代志，明仔载你阿公啊要来甲你看哦。敢真是的？当然是真实的啊。妈妈，爸爸的车哪咧厝诶？伊敢无去压了？啊，你爸爸破病啊？爸爸，你是安怎？爸爸骑一台奥多麦啊，去摔倒啊啦。你是安怎摔的？都有一个囡仔啊，伊突然走出来，挨为着要闪伊啊，煞去弄着电火条啊啦，就是安尼去摔倒啊。爸爸，你敢有去看医生？哎呀，小事情，看嘛个医生啊。袂用啊，爸爸，我带你去看医生。啥物啊？你带俺去啊？是啊。爸爸，你休困，我去接电话。哦，好。喂，是，我
楼，阮爸爸伊破病啊，阮妈妈伊出去买物件，请问有啥物代志？我是伊的查某囝，我叫佩佩。你要买安两哦？要买偌济？好，我会记落来。相公。台中，请问你几岁？什么？老什么？老豆，足奇怪，豆要安怎写？佩佩啊，是台中老豆呀，我知影。你问伊爱偌济，阿蛋就好啊，唔免写啦。喂，请问你要偌济暗呢？100斤。好，多谢。爸爸，伊要买100斤的暗呢。哎呦，佩佩足乖的，会替爸爸做生意啊。佩佩啊，你爱什么啊？爸爸送给你。你是爸爸的乖查某囝，你爱天顶的月娘，也是星，爸爸拢会买回来给你。爸爸，我啥物拢无爱，我想要去大包省。哦，你是唔是要去看恁妈妈？我搁要去看大姊叔叔、二姊弯弯。好，等爸爸会伤好啊，爸爸就带你去哈。你听我讲，阮人吼无啥真心咱做生意，要毋过我就无爱插伊咧。对啊，我也无叫伊出钱啊，是安怎爱听伊的？讲嘛有影，我无趁钱，我将来是要安怎饲查某囝？你也介意阮查某囝？真是嘞，小玉，我是真认真的呢。好，我答应你，就互阮弯弯认你做客母。一言为定，你去准备礼物。这心实的呢，两个要穿过新娘衫的查某，竟然拢有查某囝。好啊。婉婉，你安尼是咧创啥？这是今麦上界流行的衫啊，真好看呢，所以我就加做安尼啊。你是要甲我气死哦？你敢知这束洋装偌济钱？1800块呢！你竟然甲这领洋装加做安尼生，实在足土济呢。毋过我看到真侪阿姨拢安尼穿啊。人安尼穿是因为人有安尼穿的本钱啊！你是凭啥物？唔想看嘛？家己才几岁，就知影甲大人学流行，记这你袂调呢？紧脱落来！紧脱落来啊！妈，是毋是我做唔对啊？你无唔对，是我唔对，我无在调饲你这款查某囝，我嘛无资格。妈，你莫生气嘛，是热啦。你哦，就是嘴甜，你真好打哦。这个是我逐工顶条条，我若是无伫厝的，你就变做妖精，敢唔紧脱落来？好啦。你毋是有应酬，奈无声无息就转来啊？什么无声无息啊？你毋是甲我讲，你咧管查某囝叫我莫插嘴啊？所以我只好点点啊听。莫来这套啊！你转来就好啊！你陪婉婉，互伊做功课，练更勤。你要出去啊？
要开西餐厅的代志啊。哎呐，钱吼无遐好赚啦。你互我500万，我啥物拢莫做啊。你毋是咧甲我激气？安尼你就莫管。但你叫我管的时阵，我都袂赴啊啦。我即摆要做都已经办啦。像这种查某人哦，咱实在讲袂出车。但你若了解反悔哦，所以嘛是我。祈祷的人儿啊，属于一个全新的愿望。婉婉啊，是毋是妈妈甲你骂？其实哦，一领衫哪有算啥，无要紧啊。爸爸明仔载我买一领互你。因拢会使安尼穿，是安怎我拢袂使？对啊，这无公平啊！伫我的心目中吼，大人会当穿的，囡仔嘛会当穿。这囡仔会当穿的吼，大人无一定会当穿啊。爸爸，你还讲互妈妈听才有路用啊？伊等来我就讲互听。你敢讲无？我敢啊。爸爸是迄家之主，我以前的爸爸讲啥，妈妈拢是讲好好好，是是是。你以前的妈妈吼，一定是一个贤妻良母啊。我妈妈足好足好诶。婉婉啊，假使爸爸带你去国外佚佗，你敢会欢喜啊？国外？对啊。我当然欢喜啊。你妈妈敢会反对？倒一个妈妈？以前迄妈妈。伊袂啦，伊已经甲我互即摆的妈妈。假使即摆妈妈伊若唔答应呢？爸爸带我出国去佚佗，伊哪会唔答应？我也毋是伊亲生的啊。讲得真好，婉婉，咱两个都讲好啊。爸爸带你出国，伫咧出国之前，不准甲任何人讲。你讲安尼好无？啊？假使我互你进前迄个妈妈，或者是即摆妈妈知影，因拢唔答应，你就无法度去啊。好，我袂甲别人讲。乖，爸爸马上办出国手续。真是的啊！你将来要出国哦？毕业就走。小敏啊，你按什么样做？我要出国，也毋过我鼓励去。对妈妈，到时阵阮就分开啊，而且一个伫咧地球的这边，一个伫咧地球的迄边，你就会当放心啊吼。啊，你是讲互我听哦？对啊，阮一个是南半球，一个是北半球，你就免惊阮将来会发生啥物代志啊。慢慢咧费精神去甲阮妈讲，互阮断绝来往。小敏啊，你妈，你莫生气啦，我永远拢是你后生，我永远袂离开这个厝。咱有这个车行，有通食，有通穿，过了嘛真平安，这是我的福气，嘛是你理想。我讲的无毋对啊。你唔免用这种话来甲我误解啊！我要走啊！你走啊！你叫我带你来救阮妈，你讲无要计较较早的代志，结果你嘛是讲较早的代志，我互你骗去啊！你这种做法实在足害的。因为你是伊的后生，所以你才有这种感觉。嘛，因为我是阮妈的查某囝，我才认为安尼做是替阮妈出一口气。咱想嘛，莫怪想。喂，你是婉婉哦？你有啥物好消息？什么？你要出国？你遮尔着急走来，就是来甲我讲这件代志哦。是啊，婉婉昨暗敲电话来甲我讲的时阵，口气真慎重呢。
对那人讲的话，哪会当相信呢？赵敏啊，那才早就来。你去运动啊？什么运动啦？落去落几暝，到即摆还袂困咧。你的，赵敏讲，婉婉敲电话甲伊讲，伊要出国，你敢相信？婉婉哦，不管是拢有真意外的消息来啦。反正哦，伊明仔载就敲电话甲你讲哦，伊着爱国奖冠第1得奖。恁当然比我较了解婉婉，也毋过囡仔人讲白菜滚耍笑，一定是生活内面的代志。毋过想着出国，就伤过离谱啊！这有道理哦。在我的感觉，因5个兄妹当中，敢若婉婉比较可能发生这款代志。妈妈，我是好意甲你提醒啦。即马婉婉的爸爸妈妈过的并毋是正常翁仔某生活。对，分析得真对。秋霞，赵敏的话哦，爱详细考虑啦。你即马吼爱去婉婉因兜问一下啦。也毋过无证无据，我哪会好开嘴问呢？万一是婉婉黑白讲，若毋是怪咱伤过搞疑猜，安尼对婉婉嘛毋好啊。无我来去啊。你一暝无困啊，真心袂堪者。就算因真是要带婉婉偷偷出国，今仔日嘛走袂去啊。谁保证今仔走袂去啊？万一若是手续办好啊，迄走去毋就更加麻烦。啊！哎呀，秋霞，你是拢无条件甲婉婉送互人呢？凡世酒爱拿吼，甲因迄个翁2个人串通好啊，敢若用一张飞轮机票吼，都甲婉婉哦带去国外卖互人，人就会当趁一条这大条的啊！郭阿公毋是有伫咧，请郭阿公去看婉婉，私底下问婉婉，比咱送去拢较好啊。对，这嘛是一个办法。爸，爸，奇怪，这你早是走去倒位啊？靠查某囝伊的身体，靠啥人拢不如靠家己啊！爸，你袂用出代志。妈，连庄，你若讲甲恁爸共款，叫这拢是。寂寞的晚上，海风作伴，心飘向远方，一人的模样，想飞到他身旁，乘着风的翅膀，心情像空洞的月亮。黎明的笛声响，划破这寂静的晚上。祈祷的人儿啊，许一个全新的愿望，将思念轻轻放，将思念轻轻放，温暖的阳光满心房。